了。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，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，老天有眼。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，并不表示就不存在。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，虽然看不见电波，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，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，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。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，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，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，万物的创始者。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